呢一期嘅坐美堂卡，我同大家介紹嘅係時輪金剛。時輪金剛係藏傳佛教無上瑜伽部上邊嘅最高本尊，佢代表住時間同空間嘅生滅以及宇宙嘅智慧。時輪金剛法對世界有祈福同埋和平嘅功效，能夠減少兵災戰事，能夠帶嚟環境嘅和諧，促進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。時輪金剛嘅教法喺藏傳佛教裏邊係非常重要嘅，尤其喺格魯派同埋薩迦派，懸掛時輪金剛壇城或者唐卡嘅時候咧，就能夠創造不滅嘅結界，化解風水嘅不協調，防禦一切污垢或者鬼神嘅殺氣。尤其喺末法時代，能減輕災難，保護受持者。喺各種大型活動裏邊都會有時輪金剛嘅加持。時輪金剛嘅功效主要係消除疾病、障礙，增加福報、財富同埋壽命，促進家庭和諧同埋學業進步嘅。時輪嘅意思係時間嘅之輪，修持能夠擺脫時間、空間、環境引起嘅因緣痛苦。時輪金剛係釋迦牟尼佛親傳嘅甚深密法，喺末法時代有特殊嘅救度力量。